谢伊称赞伊的名，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22首，主上帝正手，请起吟全首。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感谢你，写出人来宽容的话，咱创造甲失败，咱生命甲目屎，伫做上帝正手拢有记载。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。虽黑暗无答案，真容易行歪错，伫主上帝正手，咱受因带。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攻击这道贪恋怨恨，咱做所甲主理，咱骄傲甲不义，伫主上帝正手，拢受攻击。主权的上帝，我满心感谢罗你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万民拢爱来敬拜你。求主耶稣的保护，洗净阮的罪，为阮做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搁较忠诚的心灵，赦免阮无义反的过失，为家人教会对牧师降选，恳求上帝掌权引带，会当顺利完成。对总职甲会友，大家会当心配合祈祷，求主来领带教会未来的道路，为台南圣合医来祈祷，恳求主来领带圣合医会当各项事工会当顺利，也求主来感动兄弟姊妹为着圣合医来奉献，为培养未来的牧者甲传道师。共同来努力，感谢耶稣，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求，阿门。求主怜悯，听阮祈祷。请做伙来起应。信息后面，启应文第24篇，就是诗篇第100篇。真理啊，着对上主欢呼，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，着唱乌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，着知上主是上帝，伊创造咱属伊，咱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牧养的羊群。着用上赞进入伊的殿院，着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。上主至善，伊的主爱永远存在，伊的信息煞到万代。请罗林甫来献诗，马英的诗是有主牵阮的手。
法利赛派的人有听到耶稣比约翰招较侪门徒，搁互较侪人洗礼。其实耶稣毋捌甲人洗礼，是伊的门徒甲人洗礼。耶稣听到即个代志，就离开犹太，转去加利利。伊就经过撒玛利亚。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，叫做苏加。即个城瓦本雅各互伊的囝约瑟的迄个地。雅各住伫遐，耶稣因为行路真善，就坐伫井边。迄时差不多是中昼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取水。耶稣对伊讲：“请一丝仔水，互我啉。”迄时伊的门徒已经入去城内要食面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应耶稣讲：“你是犹太人，哪会对我即个撒玛利亚的查某人讨水啉？”原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来往。耶稣应讲：“你若了解上帝互人的恩赐，搁有对你讲，请一丝仔水，互我啉。”迄个是啥物人？你早就会甲伊求，伊早就会将活水互你。有人讲：“先生，你无受水的器具，水果深，你要安怎得着活水？”阮的祖先雅各留即个子互阮，伊家己、伊的子孙、甲伊的真丝，拢啉即个子水。你敢会比伊较敖？耶稣应讲：啉即个子水的人，拢袂讲喙焦，拢会讲喙焦。毋过我所要互伊的水，拢袂讲喙焦，因为我要互伊的水，伫伊的内面会成做水泉。一直沁出活水，互伊得着永远的活命。有人讲：“先生，请互我即个水，我才袂过喙焦，嘛袂过来遮受水。”耶稣互伊讲：“你去叫你的丈夫带伊来遮。”有人讲：“我无丈夫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讲我无丈夫有影？你捌有5个丈夫，即摆即个毋是你的丈夫，你讲的是事实。”有人讲：“先生，我看你是先知。阮撒玛利亚人的祖先伫即个山顶敬拜上帝，你犹太人讲耶路撒冷才是敬拜上帝的所在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有人就信我，时你要到，迄时恁袂伫即个山顶，嘛袂伫耶路撒冷敬拜爸。你撒玛利亚人敬拜你所毋捌的，阮犹太人敬拜阮所捌的，因为拯救对犹太人出来。毋过时日要到，现在就是，真正敬拜爸的人会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，因为爸爱即款人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。有人对伊讲：“我知迄位称做基督的弥赛亚伊要来，伊来是会将一切的代志甲阮讲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我即个伫甲你讲话的就是。”拄即个时，耶稣的门徒转来，伊看到耶稣甲妇人在讲话，感觉真奇怪。不过无人问妇人因伫创啥物，也是问耶稣，你哪会伫甲妇人讲话？妇人就将水板放落底，转去城内对人讲：“来去看，即个人将我过去所做的一切，拢甲我讲出来啊！伊敢是基督吼？”大家就出城看耶稣。迄时门徒甲耶稣讲：“rabbi，请来食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有恁毋知的食面。”门徒就问来问去讲：“敢有人摕物件互伊食？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的食面就是死去找我迄位的旨意，搁完成伊的工作。你敢无安尼讲？搁有4个月就会当受
所伫收成的人，互人得到永远活命的五谷，互野种的甲收割的做伙欢喜。因为上有讲，一个野种，一个收割，讲了真对。恁无辛苦耕作，我找你去收成；别人辛苦，恁享受因辛苦的成果。迄个城有真侪撒玛利亚人信耶稣，因为迄个富人人做真果，伊将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拢甲我讲出来。所以遐个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叫伊带因兄，伊就伫遐带2日。因为耶稣所讲的话，有较侪人来信。遐个人甲迄个富人人讲：即摆阮信，毋是因为你所讲的话，是因为阮有亲耳听到耶稣的话，知影伊真正是世间的救主。以上，请乌米苏牧师来讲读，伊的讲读的题目是活水甲宣告，活水甲宣告。大家这平安，真欢喜，今仔日有即个机会，会当代表台南新学院来嘉南教会，甲众兄弟姊妹请安。大先爱感谢大兄弟长期以来对台南新学院的关心、带导甲支持。我即马是伫台中的复兴教会牧会，嘛是台南新学院毕业的学生。头壳真欢喜，有对着一个老姊妹甲我讲，伊的查某囝嘛伫台南新学院是阮毕业的学姐吼，真欢喜，大家伫主的内面拢是一家人。那咱大家来做伙祈祷，听小阮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你活命的话语记载伫约翰福音，主恳求你开阮的目睭，开阮的心，互有耳的人通听。主嘛恳求你，互听的人、甲讲的人，拢得到你的接纳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为着今仔日的讲道，我就收到一张批，敢若亲像是迄个伫即个井边，甲耶稣相拄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写互我的。内底安尼讲，1900多冬来，有侪人来讲论我，讲我道德败坏。讲我的婚姻失败，讲我半暝啊无满足，嫁足侪人，也毋过拢嫁毋着，等等，这拢是我的心灵真空虚，所以才有遮个代志。毋过我知影，大家讲我是要为着主来做见证。渴望听道理、甲读圣经的人，会当通过我的故事来认捌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我在想，若是大家真实想要了解我的故事，我会当提供3个线索互恁。第一，中昼的时，毋那是中昼的时；第二，讨水啉，毋那是讨水啉；第三，丈夫，毋那是丈夫。我渴望你会当搁较明白关系我甲基督的代志，耶稣基督的主名敬上。也因为安尼，咱今仔日来真细腻来了解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的心思。第一个线索讲，中昼时毋那是中昼时，这是啥物意思？传统的解说拢会讲，即个妇人人因为非常的无道德，捌嫁5个翁，惊即个社会甲伊起笑，所以选择伫上热的时阵，伫透中昼的时阵，因为迄当阵无人会去抢水，所以咧，伊就选迄个时间来去抢水。即个解说无啥物毋对，毋过约翰福音有一个真要紧的特色，伊就是毋那用咱日常生活的物件来讲，遮个日常生活的物件，伊的背后定定拢有天顶的道理。透中昼的即个中昼。伫希腊文内底，旧约的圣经是用 mesembria 即个字来表示中昼时。若是即个字用来讲中昼，伊就是时间；若是用来讲方向，伊就是南平。毋过伫头壳咱读的经节第4章第6节，中文的圣经，也是汉语的圣经，甚至是所有的即个台语版的圣经，拢讲是中昼。毋过伫希腊文原文内底，伊是用 hora and hos
，Acte， 意思就是第六个时，第六个时，第六个时。伊用第六个时来讲起耶稣甲撒玛利亚妇人人相拄的时间。第六个时是中昼的时，无毋对。毋过约翰第4章第6节无用直接表示中昼的时这个字。使徒行传第22章第6节有用这个字。反倒转来，约翰福音用第六个时间。伫新约的希腊文圣经内底、福音书内底，什么时阵嘛用第六个时呢？既然讲起耶稣受定要死去的时刻，拢是用 Actes Horas， 就是即个第六个时。第六后壁是啥物？六的后壁是啥？七。大家听到七是啥物意思？完全的意思。所以即马是第六个时，表示啥物？耶稣甲撒玛利亚妇人相拄的迄个时是第六个时，后壁阁有一个第7个时，意思是啥？完全的时特别到啊，完全的时特别到啊。第六个时伫上透中昼的时，也是迄当阵罗马帝国上光明的时。撒玛利亚妇人人，撒玛利亚人需要伫黑暗中来生活。台湾过去嘛捌有即种换时间、换国家地理，伫日本帝国统治的时，伫红日头换做白日头，伫日头赤炎炎的时，要持守信仰是遐尼无简单。真紧，咱就感觉孤单，感觉无望望。也就是伫迄个要未完全的时，进前的，人讲完全上头前是啥物？上黑暗的时，黎明要来的进前上黑暗。伫迄个上黑暗的时阵，耶稣来到撒玛利亚。伫物理的时间内底，透中昼是上热的时；伫心灵的时间内底，迄是上黑暗的时。这是第六个时，毋通袂记伫耶稣受定第六个时。伫物理的时间是中昼的时，也毋过伫心灵灵性的时是上黑暗的时。就是伫即个时，耶稣来到撒玛利亚妇人人的身躯边，伫个井边，甲伊讨水啉。第二个线索讲，讨水啉毋那是讨水啉，奇怪啊！讨水啉就讨水啉，为什么安尼讲？伫井边，耶稣按撒玛利亚妇人人来讨水啉。大家敢知影，佫捌有啥物款的人伫即个井边做啥物代志？对于即个妇人人来讲，水井毋那是水井尔。撒玛利亚人真对重摩西的律法，因可能随时会想到亚伯拉罕有一个罗卜，伊要为亚伯拉罕的囝以撒来娶某的时阵，伊就是伫井边拄着啥物人？利百加，对，利百加。利百加做啥物代志？伊上水，互亚伯拉罕的罗卜甲骆驼来啉水，而且佫啉到饱。后来，利百加诚做以撒的某，阁有雅各伫井边抢水，互列格的羊群啉到饱。雅各用列格来求婚，也阁有伫以色列历史中间上伟大的圣人摩西，伊嘛是伫井边去拯救米甸祭司叶德罗7个查某囝。佮抢水，互因的羊群啉水，啉到饱。落尾，请问摩西娶什么人的某？娶什么人的查某囝做某？叶德罗的查某囝西波拉来做某。所以，若照即个犹太人耶稣伫即个井边，按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来讨水啉，伫物理上咱看，确实是喙焦要讨水啉。也毋过，伫灵性的角度来看，这嘛表明耶稣就亲像古早咱头壳讲到的亚伯拉罕的罗卜，咱看到的雅各以及摩西，迄个井边也是结婚求婚的所在。这啥物意思？耶稣按即个妇人人讲，按伊求婚，要成做伊的丈夫。大家听到这，毋知心内有带一条无？哈？
耶稣要用这个妇人人来求婚，这是对啊，毋对？为什么安尼讲？丈夫毋那是丈夫？咱若熟悉这个旧约先知的传统内底，咱就知影，以色列人定定用新郎甲新娘来比拼上帝甲以色列人的关系，敢是？是安尼无毋对？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翁婿，若是以色列人拜其他的神明的时阵，就是背叛甲上帝的婚约。这个撒玛利亚人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，捌有5个翁，真有可能伫物理的世界，伊真正捌有5个翁，也毋过伫灵性的部分，嘛用来指明撒玛利亚捌有5个神明。伫列王记下卷17章24节的所在，咱转去会当详细看。伫遮我读几段。亚述王对巴比伦、古他、哈瓦、哈马以及西法瓦因千煞人来住伫撒玛利亚逐个城。巴比伦人做苏挂比拉，苏挂比拉是巴比伦人神明的名。古他人做列甲，哈马人做阿西玛，阿瓦人做列合甲塔尼塔的像。西法法音人用火烧镜梨，献互西法法音的上帝阿德米勒甲阿米米勒。因敬畏耶和华，佮服侍家己的上帝。对什么国煞来，就趁迄国的律例。因到今仔日要顾照前的方式去行，无敬畏耶和华，无遵趁因的律例甲因的规例，也无照耶和华命令雅各后代的律法改变。雅各就是伊称作以色列。撒玛利亚人进前，互各个外国的政权要求拜因的神明。进前这5个随往拜的方式真粗残，头拄有听到西法瓦音人用火来烧镜子。检查因阁知影世间是有神明的。第二个上界害，因为伫耶稣的时代，罗马帝国的神明是啥物人？大家敢知影？敢是希腊的主神明？毋是，罗马帝国是将罗马帝国的皇帝当作神明在拜。大家当知影 August 这字。August 这字伫英语内底是哪一个月份？8月，这就是 August 是对奥古斯都，也就是罗马帝国皇帝的名号来的。皇帝最伟大是神明。其实这咱家己嘛袂切分。罗马皇帝叫人来拜伊，叫世间人为伊来牺牲，咱印象真深。过往日本的天皇嘛是天照神明，阿玛特拉斯奥卡米，伊是神明的化身。所以若照顶面的线索，撒玛利亚人进前互亚述帝国换过神明换5个。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讲伊无丈夫，耶稣有甲伊肯定，因为撒玛利亚即马的神明，互罗马帝国换做罗马的皇帝。这6个神明嘛，毋是撒玛利亚人的丈夫，因为撒玛利亚人应该拜的毋是这个神明，应该拜的是上帝。总是因为政治的因素，国不将因需要去服侍其他的神明，甲其他的族群斗阵徛起，这就是耶稣讲，恁撒玛利亚人敬拜恁所毋知的原因。咱若是搁读以斯列记，就知影撒玛利亚人甲其他的民族通婚，底较有一寡认为家己信仰血统拢真纯正的犹太人，看轻因，甲因起笑，讲因是血统无纯、身份不明、婚姻无合法、私通来生的囝，用咱台湾话来讲叫做杂种，因是杂种。而且是因为因杂种的行为，因遮的杂种甲人通婚，所以惹上帝生气。伫约翰福音内底讲，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拢无往来，其实是无要好好交陪。有一寡真热心的犹太人，伫主前第2世纪
捌甲撒玛利亚人伫基利心山的圣殿甲伊烧掉。主后6年，撒玛利亚人甲死人骨头拼入去犹太人伫耶路撒冷的圣殿。主后6世纪，撒玛利亚人佮发动革命，要反抗甲因压迫的拜占庭帝国。结果是大部分的撒玛利亚人，互自称基督徒的拜占庭帝国来屠杀，佮甲犹太人、阿拉伯人鼓动来战争。到呾传统的撒玛利亚人，敢若剩差不多1000人，因伫基利心山过年，读撒玛利亚五经，听起来真互人悲伤。咱着问，撒玛利亚人敢真正无伫拜上帝？因的信仰敢讲拢无基础？伫第4章的起头，就讲起耶稣到撒玛利亚一个城叫做苏加，即个城挖郡雅各，互伊的囝约瑟迄块地。毋通袂记得，雅各是以色列人共同的祖先，伊有12个囝，其中有一个囝叫做利未，伊的后代拢做祭司，伊无家己的土地。即个利未族分散徛起伫逐支派的土地顶面。约瑟有2个囝，拢互雅各祝福，拢有分着土地。12个支派分土地，约瑟的子孙伫12分内底分着2分，一个叫做以法莲，一个叫做玛拿西。大家敢知影以法莲甲玛拿西是啥物人的后代？约瑟对毋对？约瑟带啥物人做某？埃及安城太阳神祭司抱地飞碟的查某囝阿西娜。阿西娜这个名的意思是我属地水神 Nes。约瑟甲外邦的神明祭司的查某囝生的囝，敢毋是杂种？是啊，是安怎？犹太人要甲阮撒玛利亚人看起，即个妇人人是知影即个故事的背景的。敢讲因袂记得雅各捌伫创世纪48章讲，以色列人要记约瑟来祝福人讲，愿上帝互你亲像以法莲、亲像玛拿西一样。敢讲雅各的祝福已经过期，已经失效。所以这个妇人人咧讲话的时阵，伊甲耶稣伫遐对话的时阵，伊是有一定的信仰的基础的。有信仰的撒玛利亚人伫雅各井拄着耶稣，毋过耶稣用伊讨水啉，伊要成做撒玛利亚妇人人第7个丈夫，迄是完全的丈夫。伊要重新甲撒玛利亚人起做婚姻的约束，要成做撒玛利亚人真正的生命讲。所以耶稣会回答讲：敬拜上帝的人毋免去耶路撒冷，嘛毋免搁伫基利心山。人若是要敬拜上帝，伫啥物所在拢无要紧，因为人的心就是敬拜上帝的圣所。人的心就是敬拜上帝的圣所。这句话，伊的基础真要紧。为什么人的心是敬拜上帝的圣所？关键就是耶稣甲这个妇人人讲的：你若知影伫你面前的迄个人是啥物人，你就用伊讨水啉。迄个基础是咱要啉主耶稣所授予互咱的活水。伫咧遮，迄个活水是啥物？迄个活水是永远的活命，是啉了袂搁喙焦。而且这个活水是主耶稣这个新的圣殿所流出来。伫咧约翰福音第2章，主耶稣就第一摆预言，伊甲犹太人咧对话的时阵，伊就讲：这个圣殿恁拆毁了，3日了后，我要起造，佮起造起来。旧的圣殿无伫耶路撒冷，新的圣殿就是耶稣家己。迄个活水流出来，亲像啥物款呢？人爱转来以西结47章第1节到12节遐看。这个新的圣殿会有水流出来，请兄弟大家转去，一定要转去看以西结47章第1节到12节。我念其中上界要紧的部分，伊安尼讲：
迄个人带我转来圣殿门口，我看见有水对圣殿的护顶下面冲出来，流往东边，就是圣殿东边的方向。水对圣殿的正边，经过这段的南边流落来。这个水边的景象是安那呢？这条河流往东，经过约旦河谷，进入死海。河水流入死海，全会互咸水变做正水。这条河经过的所在，拢充满各种的生物。河里会有真侪鱼。这条河互死海变做正水，流过的所在，逐项物拢会活。12在安尼讲，这条河会相平缓，要有各种的树木生长，所结的果子通做食物，叶袂干，叶啊袂干，果子出产袂长，逐个月拢有新的果子，因为对圣殿流出来的水，润得这个树，果子通做食物，叶啊通做药材。意思是啥物？对这个圣殿流出来的水，伊是活水，毋是仅仔是流动尔。流过死海的所在，大家知影死海是啥物所在无？是你跳落个会浮起来的所在，对不对？是伫遐即马，毋是简单大家去用迄个面膜、用迄个面泥来敷的所在。迄个所在敢有生物会当生存？照伊来讲，咸水是无法度有生物生存的。毋过流过即个圣殿的活水流过了，连咸水都变正水。那伫华语的圣经内底是说，咸水要变成甜。这个甜的意思是啥？这个甜的意思伫原文内底是讲要医治。所以当迄个活水流出来的时阵，互伊经过的所在，所有的物件都要换新啊。上较要紧的是有果子，要结新的果子，树仔要结新的果子。迄树仔结新的果子是袂长去的。迄树仔毋若果子有通食，伊的叶仔阁会当医治。咱看到遮，咱就知影，即个活水是毋是值得咱来啉？伫迄遮，咱看到即个妇人人的反应是啥？咱看到即个妇人人的反应是啥？伊安那，大家透过经文了，咱搁继续来，咱来看一下好无？这个妇人人的反应是啥物？咱来看，这个妇人人，伊就知影，伊本来亚尊这个是先知，后来伊知影讲，有一个叫做基督的弥赛亚特别来，伊来的是会甲一切代志甲阮讲。耶稣甲伊讲，我即个在甲你讲的，就是。结果呢，这妇人人伫28节就甲伊本来要唱水的水盘放咧，转去城内对人讲：来去看，这个人将我过去所做一切拢对我讲，伊敢是基督吼？我要问的是，这个妇人人有接受耶稣无？敢有？有呢。你哪会知影伊有接受耶稣？你哪会知影？水盘淡咧，对毋对？结果咧，创啥？走去伊的城，甲人讲分享发生伫伊身躯顶的代志。所以，这个活水的故事到遮就煞接第二个故事。这第二个故事就甲食物有关系。当伊走去甲这水盘弹落，走去城内的时阵，啥物人转来啊？耶稣的门徒，耶稣的门徒转来啊！耶稣门徒一开始因去买物件，买食物，因为耶稣行到这个所在巴肚枵，所以因去买食物。这个时阵，耶稣转来啊！耶稣的门徒转来，耶稣门徒看到耶稣甲妇人人讲话，感觉那足奇怪，毋通袂记伫。
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讲话咧，已经有够奇怪啊。第二个奇怪是啥物？查甫人甲查某人伫遐讲话。伫迄遮伊讲，耶稣就甲伊讲：“我有恁毋知的食物。”哇，过来啊！明明伫母乳顶面，耶稣即时就无食物啊。食物是啥物人传的？是门徒，门徒去城内去买食物转来。也毋过，即个时阵，耶稣甲伊讲：“我有恁毋知的食物。”所以门徒安那伫遐问来问去，讲：“嘿，啥物人摕物件互咱的列比食？是啥物人？”耶稣开始答非所问，对不对？伊甲因讲：“我的食物就是实行找我迄位的旨意，佮完成伊的工作，佮完成伊的工作。”哇！你若是门徒，你敢听有？明明我著摕物件来，我著摕物件来，要互耶稣食。结果即马咧，耶稣颠倒佮甲我讲：“我有恁无会食物。”耶稣讲伊的食物是啥？伊的食物是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吃做上帝的工。即款的食物，伊讲是永远的食物，甲头前永远的活水安那互相呼应。一个是食了袂枵，一个是啉了袂喙焦。毋通袂记住，伫个第4章的头前，门徒替人洗礼。请问门徒有家己业证无？无，门徒收挂。行洗礼约翰甲耶稣业证的成果，即马即个妇人人咧，伊拄着耶稣了后，请问伊有去业证无？有，伊随甲水盘担地，转去城内去招伊的同胞来看。毋过耶稣讲无要紧，恁有的人业证，有的人工作，有的人收挂，大家拢要做伙欢喜。伫遮，我要邀请大家来想即个代志。伫即个故事看到遮，请问，啥物人得到真正的食物甲永远的活水？是妇人人，还是门徒？更较要紧的是咱咧。咱今日在座的人，你得到永远的活水啊无？你敢食迄个永远的食物啊无？伫咱楼顶的兄弟姊妹，我嘛共款问你：咱看即个故事的时阵，感觉门徒啊戆戆哦吼，妇人人那亲像较知影耶稣在创啥？啊，咱今仔日在座每一位，咱敢有得到即个活水？敢有得到即个永远的食物？咱搁来看，即个妇人人转去城来了后，伊是安那甲伊的同胞来做见证的？伊是安那甲伊的同胞来讲的？伊讲啥？伊讲伊的邀请真简单，伊讲啥物？来啥物？来看。所以今仔日咱若要做宣教的工作，无咱想象的遐困难啦。你在做一项代志，你拄到的同胞、你的朋友、你工作的所在、你厝内底的所在，去甲因讲，创啥？来看，即个来看，对耶稣咧回应约翰的门徒的时阵，就是安尼啊。恁来看。其实要讲这3字无简单啦，因为恁来看，咱的生命敢有法度展开，互人看？你敢讲恁来看耶稣基督伫我心上所做的工？恁来看。当我啉了这个活水了后，我的生命得到医治，我内面的苦答，我人生中间的黑暗，拢得到医好。恁来看，这人有来看无？有，因就搁去找耶稣，然后咧邀请耶稣甲因做伙住。所以这个医治，毋那医治人生顶面的黑暗，这个医治搁医治啥物？关系破碎，大家敢有搁会记得头前讲啥物？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安那无往来呢？即马创啥？毋若往来，搁做伙住，搁住偌久？搁住2工。咱会当试看觅，甲迄个无熟悉的人，若做伙住2工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咱若是咧邀请人来看的时阵，
来教会小组，这是真好诶。毋过，咱敢有法度有勇敢到开放咱的家庭，互人会当入来看咱伫家庭中间，看咱伫即个教会群体中间，真正会看。人甲咱大了后，看到的是迄个互活水医治的生命，也是咱内底犹原有迄种灵性的黑暗，无受到医治的部分。我毋知影。毋过，即个妇人人，伊确实受到医治，伊本来内底的黑暗，无过加做伊的网络，伊内底的黑暗，毋是伊见效的代志，伊内底迄个黑暗得到医治的部分，加做伊为上主见证的开始。所以伫遮，即个妇人人毋若有活水甲伊医治，伊个真正有永远的食物去行上帝的旨意，真做上帝的工。咱嘛看到即个活水所流过的所在，关系的破碎嘛得到医好。后来，遮个撒玛利亚人安那讲，因后来做见证，因个倒转来，甲即个妇人人做见证讲，即嘛阮信。毋是因为你所讲的话，是因为阮有亲耳听到耶稣的话，知影伊真正是世间的救主。兄弟姊妹，咱若带人来看了后，到底什么时阵，或者是真正会成功的宣告？就是你带来的人，佮倒转来甲你讲，比如讲某某姊妹，你带我来，真感谢你。我即马信，毋是因为你讲的话哦，我即马信。是因为我家己亲心有听到耶稣的话，所以咱带来的人，如若是拄到真正的生命的改变，伊会阁回头甲你讲，甲你做见证。这个时阵，咱的宣告才是真正成功的宣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真感谢大家今仔日哦，甲遮尔长的经节拢甲伊看完。我无特别切伫30节的所在，是因为这个故事必须要安尼读，才会当完整，咱才会当明白什么叫活水冲出来，咱才会当了解什么叫做永远的食物。煞只，咱来反省一下，咱敢是亲像这个妇人人同款，生命中间有真高大的部分，咱。是毋是爱继续互即个高大，真做生命的主？迄时，咱愿意将咱心中的高大、心中的空喙，拢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用上较无的话讲：主啊，将即个水赐互我。甲耶稣相拄，生命得到真正改变，用心甲真实来敬拜天父。咱来教会做礼拜了后，咱来教会来做礼拜的时阵，有真正甲咱的心拍开，用上柔软的心，伫上主面前诚实无。咱礼拜了后，行出去了后，我盼望每一个兄弟，你今仔日甲耶稣基督相拄了后，得到活水甲食物，然后转去。亲像这个妇人人同款，去分享伊甲耶稣相拄的经验。咱毋通亲像文童听候收割的日子，甚至连收割都无做。最后，咱爱知影，得到活水甲食物的生命，是一种医治，是超越这个族群、超越性别、歧视以及怨恨。是定心和好，咱爱亲像耶稣，咱爱亲像撒玛利亚妇人人、撒玛利亚人，主动去甲迄个悬悬的围墙甲伊扫倒，求主帮助咱，认出伫咱中间阻挡咱甲人搁好、甲上主搁好的迄个墙，到底是啥物？今日的祈祷真好，毋若祈祷得到拯救，嘛爱祈祷得到悔改。咱毋若爱祈祷求主互咱会当得到医治，
咱嘛爱去恳求，求主帮助咱，去成做迄个互人得到医治的管道。最后，台南神学院就是一个要栽培、去宣扬福音，而且宣教的一个工人培养的所在。伫遮，我要请同工放短短的影片来紹介台南神學院。這個學院願望會當行上帝的旨意，會當行上帝的工，會當去啉永活的水，會當去食迄個永活的食物。這個神學院需要咱每一個兄弟做伙來支持，毋若關懷，毋若關心，毋若奉獻。我嘛邀請大家會當來讀神學院。唔管你幾歲哦，我們即馬有年歲真懸的吼，攏會當來讀。兄弟姊妹，以及關心台南新人醫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謝上帝台南新人醫對1869年創設到今年已經150幾檔，過去有真濟人的努力奉獻，讓這間學校會當繼續成長。做一個培養傳教者甲社會福音工作者的一個場所。閣一擺甲大家感謝過去的關心、帶導甲奉獻，嘛毋望將來日子嘛繼續得到咱的關心、支持、帶導甲奉獻。多謝大家。咱大家会记得，主啊，求你帮掌管，亲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，甲你相拄的时阵，阮的性命要得到完全的医治甲改变。主啊，帮掌管，无看轻阮家己，无看轻阮家己是小看人，愿意真做你福音的出口。愿意真做你宣教的工具，互阮这一生实行上主的旨意，真做正上帝的工，这就是阮永远的食物。求你互阮每一个兄弟
有即款的心志，有即款的画命，以及勇气，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现在就会回应的诗，信息351首，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请起立来宾转手。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要享受丰盛的活命。伊那人所欠伊的相思，你甲我无欠一件。上主的水泉洗清做歌，予人改变知心生命。隔壁大扫地也要开花，祈求的人要知到夜。上主的水泉使咱拯救，有清净奇妙的平安。以色列中间领受平安，为你为我大项避帮。上主的水泉使予大人，达时达位永袂孤单。恩惠要满满到伫林中，强叫你我唱祝到夜。咱踮这世间毋免惊吓，照做甲是生活工作。上主的水泉使咱开朗，予咱做伊忠心奴仆。现在，是咱的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主甘心乐意。但是你毋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主必听阮的阿爸天父，你捌对使徒保罗讲，
你的恩典到也万用，因为你的能力是伫咧软弱的人顶悬显做完全。感谢主，求圣神继续保守兄弟，互阮的性命甲你有搁较深的结连。阮要伫主你的身上像永远的活水，来帮助阮面对人生的痛苦甲困难。就亲像拄仔兄弟所唱的诗歌，有主牵阮的手，阮的人生袂摇掣，阮会搁较勇敢面对阮的困难。有主牵阮的手，阮的一生拢无挂碍。献上阮深深的感谢，大兄弟甘心乐意的奉献，要用伫主你的圣工，求主欢喜接纳。这是阮的感恩甲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，阿门。现在请同事丢落来报告。这时间我来报告吼。本会消息，本主日就是台南奉献主，台南新人医奉献主日吼，咱迄个请台中福音教会王美树牧师来甲咱请安报告，请咱兄弟来关心即个事吼。咱感谢王美树牧师来直接甲咱免题吼。煞接迄个社会报告，即个咱伫3月24要走一场礼拜，就是要做第6任主任牧师的监选吼，请兄弟踊跃来参与。因为咱需要2/3的兄弟同意，才会当成立吼，所以请迄天尽量拨开时间来参与。你的会籍若有问题吼，请向陈美德长老吼来提出，来补来纠正吼。你若无法度来，真正无法度来吼，那么你较伫3月23进前吼，拜六进前向小组长、向社会书记来请假，吼，真麻烦。佮煞接好。咱即摆来看牧师迄个陈炳基牧师的简介吼。各位迦南的家人平安，感谢上帝的带领，让我在2005年到2015年共10年的时间，参与迦南教会的团队侍奉和家光教会的建造，这也是我人生当中成长最多的阶段。感谢郑正仁牧师带领的团队，也感谢迦南兄姐们热情的接待，让我带着迦南教会的祝福前往各地服事。一转眼又过了将近10年的时间，在这10年当中，我深刻感受到学习圣经和传承使命的重要，因此我不断祈求上帝帮助我在牧师生涯中能把这2件事做得更好。感谢本会聘牧小组的推荐以及全体小会员的接纳，在3月初正式向新竹中会禀请拣选我为本会第6任的牧师。如果是10年前的我，必定觉得惶恐不安，生怕无法担此重责大任。但经过全球疫情的冲击之后，我更担心，若再不加紧脚步，为主做工，奠定圣经和传承下一代的使命，教会和教会的将来将受到更大的冲击。自从我2020年正式向上建教会提出辞呈之后，共收到很多国内外教会聘牧的邀请。对我而言，如何拒绝教会，比如何选择教会更感到头痛。但更担忧的是，无论是海内外教会，教会欠缺合适的传道人，已是白热化的问题。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我是合适的传道人，而是我看到太多的教会
没有把心力投注在学习圣经和传承使命上面。因此，当牧者离开之后，许多教会没有传承，几乎空转，实在是相当的可惜。我很希望能和大家更多分享我的领受和感动。如果是合乎上帝的旨意，也合乎大家的期待，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在同样的目标上面来前进。如果不是合乎大家的期待，那我们也可以彼此的祝福。上帝国服事的道路是非常宽阔的，祝福迦南教会能够顺利选出合上帝心意也合适迦南教会的牧者，也祈求圣灵的带领，让使徒行传能够继续在桃园迦南教会写下新的篇章。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这是陈牧师的简介吼，希望大家会当来支持啦吼，因为小会已经通过。再接张宏伟兄弟，甲迄个张宏伟兄弟吼，伊对南坎教会转来咱的教会。好，咱就来介绍吼，张宏伟兄弟吼，伊对实体教会转来南坎教会，对南坎教会转来咱教会，以及李永明兄弟吼，伊对中立的大安教会转来咱的教会吼，咱欢迎因两位吼。今日开始，咱教会聘请洪玉环姐妹吼，做咱教会资讯媒体的干事，负责各项的迄个媒体吼，佮有迄个电子看板，教会网站等等遮个事吼，各部区各部吼，的事工若有需要的吼，会使参主任干事来联络。过来3月24号要召开第414次的中执会，请各单位吼，伫3月20之前提出报告，准备先准时来出席。你若有确实有无法度通好来的吼，请伫个赖内面，伫中执中执的赖内面吼，来请假。3月17要举行清明追思礼拜吼，要追思的人请伫公报若登记。你若有登记的就免啦吼，若未登记的，咱向干事室来做登记，收件到3月7为止。到博图书馆吼，要邀请大家较直接来借册吼，佫有一个鼓励吼，就是你若3个月借5本吼，有专的咧共200块吼，你若借4本就有100块吼，你若伫个迄个周报省馆哦有分享哦，佫有100块的迄个礼券的分享哦。毋过你若借3本哦就无吼，爱借4本以上较有吼。3月16日下午9点到下晡4点，博士陈牧师吼有一个信徒讲座，希望大家踊跃来参加吼。咱真久无听到陈牧师的迄个吼，顶一季真好，真迄个真精彩啦吼。即季希望大家会当来参与。3月17日下昼1点，要传道部会吼，要召开传道部会，请传道部同工来参会记即个时间吼，3月17日下晡1点，伫402。咱教会一年是一季大饼扫吼，各区已经有分配，分配的迄个表吼，伫个第5页，你家己看一下。你的时间，敢请区长、小组长吼，大家来做伙合作，做伙来饼扫吼，因为教会是咱的。总务部会伫今仔日下晡1点吼，伫个703教室吼召开吼，请
总务部的员工，才注意这个时间。你东路区伫3月31，下午10点到下晡2点，互要举行 special 阿加贝个活动，欢迎咱的囝仔、咱的孙哦来报名，会使甲迄个老师报名啦吼，是网络顶原来会当报名，3岁以上啦吼，3岁以上，欢迎大家来报名。兄弟大学伫明仔载吼，第一学期的开学吼，欢迎50岁以上的兄弟吼来报名，先做注册。这是一个福音的出口啦，有啦，希望兄弟吼，你若50岁就当来注册来报名吼。伫恁内面真做教务，帮助遐个未信的人吼，来到教会。第六组的谢松龙老师的太太吼，黄素清新生娘吼，伫2月23来离开世间，享受85岁。伫3月16，要伫中立的有电堂，要来对益厅举行安息礼拜，愿主安慰人甲遗族同在以上。咱接来念即礼拜金句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我的食物就是实行找我迄位的旨意，佮完成伊的工作。恁兼无安尼讲，佮4个月就通修成。我甲恁讲，目睭8福金，看四面的残痕，5个已经熟，通修成啦。”约翰福音4章34节甲35节。搁一句。耶稣甲因讲。我的食物就是实行找我迄位的旨意，佮完成伊的工作。恁兼无安尼讲，佮4个月就通修成。我甲恁讲，目睭8福金，看四面的残痕，5个已经熟，通修成啦。约翰福音4章34节甲35节。以上。请做伙来用祝福的诗歌。伫信息403首，主差遣我，因线请吴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主差遣我，主差遣我，主耶稣差遣我。主因带我，主因带我，主因带我。上帝就你因带我，主充满我，主充满我，主充满我，相信求你充满我。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，奉主生命踏出去。台湾主要所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所有家人兄弟姊妹三甲伫地，对一碟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袂倒。咱礼拜到这吼，请互相请安。